2018年开幕的台南精神美剧院是台南市头一间艺术电影院。不过，昨半暝伫咧剧院的面册卖奖也就有公告讲，因为大环境的因素，剧院要伫咧8月初1就收起来啊，民众拢感觉真可惜。来到精神美剧院外口，虽然还未营业，不过这个地点有影是大多数府城人的回忆。7月初1暗，台南精神美剧院伫咧面册卖奖也公告，要伫咧8月初1关门。消息一日出来，互大家拢真唔甘。线的影片类型，甲咱一般大型的迄种美国啦，当倒位的影片来讲，较特别，所以其实会当针对较介意无同类型的民众去遐看，会当。可能要敲找到伊介意的类型安尼。那就整个大时代的潮流，就像当年的录影带、当年的 VCD、当年的 DVD， 慢慢的走入历史。那我想，这个我们也觉得不胜唏嘘。但是我希望，事情是不是还有转圜的余地？那还是希望说市民朋友们多去增善美。精神美剧院伫日本时代号做强古座，后来由中影接收改做延平戏园，也毋过后来因为产权的问题，趴园数十年遐尼久。2018年改做精神美剧院，也真做是全台湾少数的艺术电影戏园。莫讲延平戏园真好的全美戏园，到呾还阁保留迄当阵开幕的时延平戏园送来的牌匾。毋过时代咧变，电影戏园渐渐失落去，老戏园有影歹经营，嘛敢来当家己找出路。疫情改变了那个观众的观影习惯了。以前电影院他们没办法过来，就在家里看电视，看一些平台。当然这样会就是也对戏院也是有很大的影响。之前的危机是2轮戏院1年关2、3间，现在也听到首轮1年再关1间、2间的这种消息，听起来都很惋惜啊。精神美剧院做的是非商业性的小众市场，经营有影是较困难。最后也因为时代无同，开6档就发要收档，互人真遗憾。台南市政府表示，会搁甲业者来参详，敢有其他经营的方式，希望市民会当来捧场，互老戏园继续做落去。记者综合报道。